待機按鍵 Standby， 短按待機開機。暖奶按鍵 Warm， 選擇暖奶溫度。常溫低溫指奶瓶內液體溫度。容量按鍵 Capacity， 選擇容量60毫升、90毫升、120毫升、180毫升、240毫升。搖奶按鍵 Shake， 選擇搖奶時間2分鐘、4分鐘、6分鐘、8分鐘。溫度增加按鍵，溫度減少按鍵。保溫功能，短按 Standby 鍵開機，按 Capacity 鍵選擇所需保溫的容量，再按加減鍵選擇溫度。暖奶功能，短按 Standby 鍵開機，按 Capacity 鍵選擇所需加熱的容量，按加減鍵選擇溫度，再按 Warm 鍵選擇 Normal 或 Low。若是寶寶未喝完，可以選擇 Normal 重新暖奶；若是從雪櫃取出，則可選擇 Low。無操作後自動進入工作狀態，機器智能計算加熱時間，顯示倒數計時，到達設定溫度後，自動進入保溫模式，保溫模式持續24小時。搖奶功能，將奶瓶放在機器中固定好，短按 Standby 鍵開機，按 Shake 鍵選擇搖奶時間2分鐘、4分鐘、6分鐘、8分鐘。無操作後自動進入工作狀態，搖奶結束後進入設定溫度保溫模式持續24小時。Step 4清洗保養，清潔前請斷開電源等其冷卻，底座請勿浸入水中清洗，只能用乾淨抹布擦拭。禁止使用腐蝕性洗滌劑、帶化學研磨粉狀的清洗劑或堅硬的金屬絲網刷進行清洗。暖奶百科，加熱過程中奶瓶外表面溫度較高，會不會破壞母乳、奶粉的營養成分？完全不會。熱風雖然溫度較高，但是它的能量密度比較少，其密度僅為液體的幾1%。當熱量傳遞到奶瓶內壁時，由於母乳、奶粉的充分吸熱，母乳、奶粉接觸的內壁溫度僅為40幾度，對母乳、奶粉不會造成損壞。已經熱好的母乳、奶粉能長時間保溫嗎？保溫時間最長不要超過2小時，以免在此溫度下母乳或是已經沖好的奶粉會滋生細菌、微生物等。為何暖奶溫度會偏低？1. 如果你的用量較大，且環境溫度較低，例如高於240毫升奶粉，環境溫度低於攝氏15度。2. 剛暖完一瓶奶，想接着暖第二瓶，這兩種情況有可能會造成溫度偏低，因為產品內部溫度升高，干擾了感測器的溫度。此時建議你將目標溫度調高攝氏1至3度。為何暖奶溫度會偏高？如果你的用量較少，且環境溫度較高，此時建議你將目標溫度調低攝氏1至3度。Step 6故障解答。故障現象1，顯示 E1，解決方法 NTC 探頭故障，請送指定維修點檢修。故障現象2，顯示 E2，解決方法風扇故障，請送指定維修點檢修。